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台中体育艺术节3月底落办所的，也系民间自家办的活动。伊拍的是无广告预算，也无名人提起台措施。不过，这个月来，请靠社区网站宣传，夜晚的民众走话到台中南屯，为能爱看一只初夏天天球低度的太阳的。其实，一只用的去年的旅游出现呢。为所到抗议桃园航空上一只台湾青太嘅证书案，去年呢一个太阳嘅睇桃园体育艺术节，同官方请人来作为突围，如果受到注意。而家来到台中，要同民众讲嘅係台中面臨嘅實體重劃同不當證書，省下來4月的還會去謀利，也生成了按個嘅人工嘅按到創造使用嘅，而行嘅也團立場，希望也同人哋講。創造嘅唔單止係使用嘅。一搭喺台中市區七米搭農區，使用咗坐到田東岸，看到面頭前嘅田橋。不過講佢使用嘅，乃會是佢足足3層樓安高，電到去到順巷看嘅嘢就使到嘅。小朋友，你們好。小熊是我設計我做的，要不要帶回家？太大了，帶不回家。設計也使用嘅係有名嘅通化桃園李文忠，腳卡喺到桃園航空上範圍導航，前年公告證書家下，港田港嘅20年老阿爸李亞雲，壓到食農藥刺殺嚟抗議。李文忠下後開始參加社會運動，去年佢特別設計也使用嘅同桃園體育藝術節嘅突圍相比。那時候因為玉兔他帶領了很多的人潮，所以我們就想說，那我們要做一個也很可愛的一隻熊來跟它對抗，那其實就是要引起社會的關注，引起更多人的關注，來關注桃園航空城。桃園縣政府去年辦的體育藝術節4億3000萬元，結果突圍頭7米年領養嘅做收睇嚟，也使用嘅漲4億4萬元天天，到今一直還保留到好好，面對桃園賽到台中，見到嘅一隻新素材，只有無窮樣嘅打扮，熱帶還有生意魅力。我們當初其實也沒有想那麼多，只是想說，我們辦完小熊，那人潮也少了，我們應該怎麼辦？我們要怎麼繼續走下去？所以我們就想說，那既然我們熊已經做出來了，我們有這隻熊，我們應該來去幫助其他需要被幫助的一些地區。台灣到處都有在土地徵收的一些案子，很多不公不義，需要被關注。這10幾年來，台中其實是全台灣重劃面積最大、重劃區最多，而且也是很多弊案叢生的一個地方。那於是我們就想，那我們可不可以來凸顯我們台中荒謬而且腐爛的重劃？所以當初就想在這個最大片的就是環中路這一片，其實是最大片的這個重劃區。台中市比較高度開發，實際上是有2個階段啊，就是一個是在921大地震之前啊，就台中市有展開好幾期的這個重劃區啊。然後921大地震之後，為了復建啊，就是為了重建，所以又啟動了啊新一波的所謂的那個市地重劃的這個建設風潮。一兩隻集團到9年之前，主要係第一到第12期重劃期，9年過後係所講嘅後期發展計劃，對單元1到單元14。到強隻地點，也記錄嘅8年前同8年後，台中嘅天腳線有動態變化。台中舊市區，像春島也看到一規片嘅天橋，還保留等300年來嘅耕種方式。這10幾年來其實沒有什麼變化，因為長期的限建，反而是在環中路以內的其實經過這樣的整個都會的發展，尤其在7期8期，大量的水泥棕林的誕生，尤其這幾年我們見證到整個都市發展造成我們的空氣的污染，其實越來越嚴重。巴西藥桶嘅韓國田順，而一些藥嘅阿伯講今年70人死嘅，這個天橋做頭使用嘅順項冇幾遠嘅，當年做當無限，
一道路工作人唔想工的，就请佢来推工。采地人按算，大概一般边的农田，本投资人买走的，等等都市重划，检测都市计划方向确定的，一个天丘做个短期来的。什么叫农地？就是它的计价单位就是1分地1甲地。为什么？这是我的耕作，这是土地是拿来生产用的，所以它一定需要一定程度的这个一定规模的面积嘛。所以不会有人去用农地在算的时候是1坪多少钱啊？可是很残酷的现实是，镇南这几年已经变成是以坪来计价，甚至1坪土地还炒作到这个10几万。这地差不多几城村地主个尔，有人投资去啊？直接原来有加减卖一寡啦吼，地主也作祟伫遮咧啦，迄是产主的权益啦，是来讲咱嘛老嘛袂做啊，安尼啊。这10几年来，台中市2000多甲的土地都已经重划了，单元1到单元14里面，只有剩下部分区域70%，所以他们就看到原来土地是可以炒作买卖的，那么我为什么还要保留呢？一大片农田，从前市政府时期先划作镇南休闲专区，下后3到6合，又变建作高铁门户铁区，有154公顷案发。2年前开发计划是停下来，引发几道投资提出抗议，批评市政府的诈骗集团。市政府本几道人讲到要设置都市计划委员会继续审议。问题是台中市从北起太多的，按算到去年的10年内就还开发唔到，一时间强调的变建，还没有按紧急，理由要震动咯。正平这个地方跟南边的中和里，就是台中市政府所指称的高铁门户区的一个都市计划区。其实这里是蕴藏着300年来汉人来到台中开发的第一个地区。依照历史研究，它的一开始开发的人大部分是哈嘎尼。据我们初步的估计它有高达差不多120公顷的水田水田是我们老祖先天然的滞洪池，经过开发之后，开发的径游其实上游没有依法做滞洪的结果。整个下暴雨的时候，这样的开发径游是往我们这边下游来倾泻，所以这边这几年来，因为上游过度开发，这边是年年淹水，每年至少淹差不多1尺30公分。头摆台中的都市开发，冇注意提起排水防洪功能，谁知道也看到几百公顷的田丘变做台中市区的太水库，检测南北的开发还是唔尊重环境。市区有可能会直接淹水，迷茫使用的来到台中还要同大家讲，也喺台中市区亲密的农地嘅，所以有人喊几廿年讲嘅发展，唔过佢还未事实，还是有机会来当唔得当嘅土地证书同开发。当这个小熊放到这边来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在提醒台中市政府也好，在提醒中央政府也好，这个现在看起来的地景呢是农业地景。因为它是一个几百年的这个农业聚落，当你找不到那个正当性跟必要性的时候，就不要比照类似航空城这样子旁边是蛋白区，然后蛋黄区、蛋白区。几廿年经过苗栗太埔抗战事件，也係開發學院，基礎正義同人權的觀念同改變，無論係中央也地方政府，都尊重採取現有的聚落文化倫理的世界。有可能去做無按太影響開發建設無腦，甚至還做得準，像係農業生產體系的想法無腦。那農地當然它是一個選項，可是都市計劃它有它的計劃的需求，它必須去思考我們到底要賦予它什麼樣的產業地位。那如果我們希望以目前的目標是希望它跟高鐵特訓區能夠有相關的結合，那這樣子我們所賦予它的地位，那將會是以高鐵特訓區相關的產業模式來思考。新的台中市政府已經有個想法，希望南北嘅規太片嘅土地唔會係太都市外圍，顛倒係新嘅中心。也咩講變做係用烏日高鐵同高鐵新烏日站做中心嘅副都心區，按樣落來農業區強怕保留唔係。高鐵特訓區這一塊，我們對一個副都心的定位，我想我們很清楚的希望它不只是作為一
一个副都心的产业，我们希望它能够兼具的会展相关的休闲，所以它也许它会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购物的模式，或是一些商业行为的东西能够进来。尤其喺亞副都心計劃有一條60公尺安發嘅大路，對鎮南東岸邦阿哥，請喺大路做卡鐵10公頃，也就係一座台中公園安發。這個路其實是原來的主要道路，其實已經公布的一條道路。可是我們從高鐵目前所面對的問題，我們來思考，它目前幾乎都是從利用幾個台74線的高架道路的匝道去進到整個高鐵特訓區裡面。那另外，它整個對外聯絡的方式，其實是有相當的困難度的。未來在審議台中市這個案子的人，會盡可能去降低這個土地商品化的這個面向，然後適度的去尊重，可能地方政府如果有提出來這個所謂的門戶交通需求，啊，或者是門戶的地景藝術需求，因為事實上這個地方就是法子溪以東最後一塊農地了。學者認為，也市民意唔係反對開發，係反對政府做頭價，帶頭將所有地因密實產到雙片，再落將一條地賣到高價。係講桃園市做得用前期談真嘅態度來重新檢討安泰航空城開發案，佢按用台中高鐵門戶區不過主張8個人公頃天來做前期談真行下合適。重劃區被重劃了，他們的農田沒有了。他們一直想說啊，那我至少還有這邊來買一個比較小塊的這邊的農田，也許還可以耕作。那他們，那我就不懂了，因為有一些人其實是希望能夠在這裡能夠保有他的農田，有一些人可能只是投資客，他只是希望說啊，這裡將來有可能變建地，所以他來投資。那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全區的聽證。聽證程序如果能做，其實它應該是一個比較能夠符合在地居民所希望能夠達到的目的，可是其實聽證程序如果要做，其實它有非常複雜的機制要去處理，包括你要討論什麼議題。好，那如果說今天是討論一個很大框架，你在聽證程序其實是沒辦法處理的，因為它會變成各說各話。倒不是聽證不能做，而是說我們希望跟居民做一個比較好的互動溝通的方式。台中市政府想細心細意處理實體重劃爭議，使用嘅代表土地爭議，好繼續行工前，下一站係苗栗要做當地嘅產品，有地嘅開發，講喺東南亞一定太殯葬延期。那小熊的下一步計劃呢，就是我們希望能夠移到苗栗，因為我們知道苗栗是一個充滿很多話題性土地爭議的地方。那我們知道在苗栗，它有一個殯葬園區，那邊有一些的居民，他們在那邊抗爭了2年1000多天。人家把東河呢優厚爭取到嘅小熊來人家兩行里啊來參展，我凸顯分安尼嘅全國嘅人民啊來看，苗栗縣安尼冇震動嘅開發，我來做安尼東南亞最大的安尼嘅殯葬園區，我哋要做。我們太敢應審，擘開我說土地正義。這個迷失小熊，其實它剛好是反映一個事情，兩個東西的匯集點。第一個就是說，人民終於理解到，過去政府的不信用，他過去不用付出代價，現在人民希望政府付出代價。使用嘅一次性代表土地爭議，其實講嘅係也時代無窮樣嘅。人家對愛政府嘅目的，唔係愛政府帶頭將土地冇做房地產攤很多萬嘅國家。政府係來顧土地嘅倫理，因為就係佢該當樣用就樣用，因為土地嘅使用係人權嘅一部分。然後竹南的大埔，那苑裡的反風車，我們希望這透過這樣子一個串聯，讓很多朋友來到苗栗，可以去重新的去省思，重新的去反思到關於土地的利用、土地的開發跟居民的想法。那還有環境上面的一些問題，讓很多的朋友、更多的朋友重新的去審視這樣的一個問題。過去這個政府當莊家去炒作土地，甚至政府從重劃跟區段徵收裡面去謀取這個所謂的暴利，其實這個最後付出代價的，我們台中市政府這幾年也常常講，7級重劃區賺了好幾百億。其實我們有時候都會問啊，賺了好幾百億是最後是誰要去付出這個錢？
当然就是这个投机者不会去付出这个钱了，可能是下一代的年轻人。发爷爷送平的从北去，唔伫耐久，不会将买一台出车去，看到一条蹲起来，等候驾驶将我买提，变到嘅阴彩极寒，阴彩极风，新冠色彩通明明见面，土地係像恩人，同樣有感覺，佢會希望安樣本人對待係。